好啦，咁啊去到第三個環節，咁啊同大家分享嘅就係點樣可以增值同埋創造一個持續嘅現金流啊！咁啊，先講翻一啲嘅工具上嘅嘢啦。咁除咗叫基金啦，其實亦都有一啲叫年金嘅產品嘅喎。咁喺香港嚟計咧。我哋都呢幾年啊，都比較積極，有啲人講年金嘅，咁我哋都唔同場合都分享好多，咁所以都見到咧，都就算保險公司啦，都有一啲轉變咧，係多推出咗一啲嘅年金產品啊。咁究竟年金嘅用途喺邊咧？咁你先知道啦。年金同基金或者同投資股票咧，有個好大分別嘅。年金係提供一個穩定嘅終身或者指定年期嘅收入啊，咁亦都喺全世界嚟講係唯一一種嘅理財產品係能夠對沖長壽風險。所謂長壽風險就係我哋唔知自己有幾長嘅壽命，當我過咗某個時間，手上嘅資產使晒啦、用晒啦，咁啊生活如何呢？咁原來年金咧，當你揀選一啲係能夠終身提取嘅咧，係能夠幫助你應付無論幾長命啊，即係我哋講話。長命120歲係咪？其實呢個都唔需要擔心嘅。咁而亦都因為個年金，政府開始喺2018年咧係積極推廣啦，出咗一個叫香港年金啦。咁開始咧多咗人認識，咁亦都開始咧好多保險公司咧，亦都會出一啲叫私人年金㗎啦。咁兩種咧就各有嘅定位㗎。咁而其中一個咧，對於剛才講啦，中產人士打工仔要交稅嘅咧，一個好大嘅優勢咧就係參加或者投保一啲叫扣稅年金，我哋叫 QDAP。咁呢一個咧，加埋剛才講嘅一啲扣稅強積金嘅自願性供款咧，總額記住啦，係唔能夠每年超過6萬蚊嘅，即係享受到扣稅計算方面啊，係唔能夠超過6萬蚊嘅。咁而究竟扣到幾多稅咧？係視乎你個總供款額乘翻你需要繳付嘅稅率。例如我要交10%，咁即係話6萬蚊乘10%咧，就6000蚊，就係你當年能夠扣嘅稅啦。咁所以亦都睇下你交幾多就做幾多。呢個正正就係一個嘅中產嘅優勢啊！你越係需要交稅嘅，你越能夠享受到呢一個扣稅嘅優惠。咁而除咗年金以外啦，另一種產品咧就係債券啦，咁啊債券同債券基金啊，咁呢個通常嚟計咧，我哋就偏向於一啲叫做穩定嘅收益嘅來源啦。不過你注意翻嚇，有機會咧有啲債券或者有啲債券基金咧，佢唔一定派發收益嘅，所以你買嘅時候都要特別注意翻啦。咁而相對上咧，相對股票啦，股票價格嘅波動比較上大啲，咁啊債券咧，通常如果我哋香港買嗰啲咧，都屬於一啲叫做中短期為主啊，所以一般買完之後持有到期咧，咁你中間個價格波幅嘅問題咧就會少啲啦。咁而退咗休之後咧，亦都可能係其中一個重要嘅收入來源啊。所以大家可能有聽過啦，我哋講銀色債券係咪都係呢一個用途啊？咁而平常啦，我未退休嘅，咁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咁呢一版就話俾你聽咧，你其實可以透過一啲嘅月供嘅股票啦、月供嘅基金啦，我哋用一種叫做固定金額嘅買入嘅方法，或者叫平均成本法啦。因為當我進行一啲比較進取嘅投資咧，其實究竟買嘅時間係高位定低位咧？係事後先知㗎嘛，所以你買嘅時間，如果真係買貴咗嘅，但係如果我只係其中一個嘅投資金額，咁買貴咗嘅，我下一次再買翻平嘅，咁你整體你都可以拉翻勻嗰個叫做投資嘅成本啊。咁呢一種咧就叫平均成本法啦。咁比對上咧，你可以透過唔同嘅途徑買到嘅喎，做到嘅喎。例如你可能透過證券行啦、銀行啦。甚至保險公司啦，都有一啲唔同嘅月供嘅投資計劃啊。咁啊，相對上嚟計咧，嗰個嘅入場門檻咧，可高可低嘅。有啲可能即係話俾你聽，港幣嘅500蚊至1000蚊咧，每個月嘅供款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做得到㗎啦。咁而第四種唔同嘅一個嘅工具咧，就叫儲蓄嘅人壽保單啦。咁呢一類咧，相對翻剛才提及到嘅股票啊、基金啊，相對上咧，佢嘅定位就唔係幫助你一個叫做短期嘅收益嘅，係反而就係中長期能夠提高個穩定嘅收入啊。所以而家如果你有留意過咧，市場上一啲嘅儲蓄人壽嘅產品咧，可能佢話俾你聽，我喺第5年之後啦，我就能夠收取一個收益，咁啊直至到某年某日咁樣啊。咁而佢嘅做法咧，其實保險公司收咗啲保費，
都係攞去做投資嘅啫。所以你睇翻每一隻嘅儲蓄型嘅人壽保單產品咧，佢背後一定會有寫到嘅就係有幾多係屬於一啲叫做股票類嘅資產啦，有幾多係屬於一啲叫定息或者債券類資產啦。咁兩種呢個唔同嘅比例咧，係決定咗嗰個儲蓄人壽保單佢派發收益嘅確定性或者長遠升值嘅潛力嘅，咁又唔同噶啦。咁但係亦都要注意一件事啦，做得呢啲咧，一定係叫做比較上長遠先得嘅，因為絕大部分呢一類型嘅儲蓄嘅人壽保單咧，可能喺頭嗰3至5年咧，嗰個我哋叫現金價值啦，或者保單嘅價值咧，通常都好低，甚至乎係零啊。所以你預咗咧就係中長線嗰啲安排。咁而喺呢一度咧就提及到啦，剛才講啊，對中產嚟講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安排啦，我哋叫佢做扣稅三寶，分別就係一個嘅可扣稅嘅自願性供款啦、強積金啦，叫 TVC， 又或者第二種咧就叫做合資格嘅延期年金，就叫 QDAP。咁而自願醫保咧就係一個醫療保險啊，咁就係一個 VHIS 嚟嘅。咁而家嚟計咧，如果你考慮緊買咩嘅醫療保險咧，記住一定要揀自願醫保，原因就係呢種醫療保險係保證可以續保，傳統嘅醫療保險咧有機會係唔得嘅，所以呢啲全部都要注意翻。咁而3樣嘢做好個保障就正正係剛才講嘅嘢啦，點樣能夠幫你製造收益啦、抗通脹啦、減少一啲叫做醫療上嘅支出啦，咁你同時做嘅時間咧就能夠做到實現儲蓄同埋減稅嘅效果。咁而喺個叫做強積金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功能上咧，大家都注意翻啦。因為強積金咧，其實你供就可以供到65歲之後可以唔供啦。咁但係你嘅錢咧係可以繼續擺喺度咧，係唔攞都得嘅。咁當你保存繼續滾存增值咧，到將來你就可以再決定啦。例如你可以考慮一筆過全部提取啦，又或者按我自己嘅生活嘅需要啊，譬如好似第2點所講啦，提取一個生活費，咁啊跟住咧剩低嘅咧就繼續等佢一個滾存增值，咁我就透過一個叫做複息效應咧，可以繼續等佢再繼續增加嘅價值啊。但係當然啦，當你叫做長遠增值嘅時間咧，風險亦都要同時要注意翻啊。咁而除咗有扣稅三寶咧，亦都有一個叫退休三寶。咁係啲乜嘢嚟嘅咧？就係由政府推行嘅啦，我哋叫做年金啦，一個嘅物業嘅逆按揭或者叫安老按揭啦。咁第3種咧就叫保單逆按啦，就係將你手上最大嚿嘅資產，因為好多時咧傳統觀念啊，嗱今日就唔一定咁樣噶啦。不過傳統觀念就係我退咗休咧，我一定要買層樓攞嚟住嘅，因為起碼有瓦遮頭啊嘛。但係今時今日咧多咗好多概念咧，就叫做旅居啦，又或者咧就灣區養老啦，係嘛？所以令到件事咧就有啲分別嘅。咁你就知道翻就係究竟係咪有需要啦？若然你真係持有一個嘅物業啦，喺香港嘅物業啦，作為自住嘅需要咧，你記住咧就係嗰個其實都能夠幫你製咗個收益嘅。咁嗰個就係一個叫做安老按揭啦。最早咧就55歲咧就可以申請㗎啦。提取嘅年期咧由5年啦，所謂10年啦，跟住15年啦、20年啦，或者去到終身咧，其實都係可以嘅喎。咁而收取嘅收益咧係一個叫做保證嘅收益，即係話唔會話多咗少咗嘅。咁而嗰個嘅資產咧就係作為一個嘅抵押品。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啦，仲有嘅就係一個叫做保單逆按啦。咁呢個都係呢幾年咧比較新嘅一啲嘅做法嚟嘅，就係將一份已經供滿咗嘅人壽保單啦，就可以咧就係符合咗一啲嘅指定嘅條件㗎，就能夠向某啲嘅銀行咧作為一個抵押品去製造一個收入。咁呢個就係嗰個嘅保單逆按。咁而年金咧就係包括咗香港年金啦，或者係普通嘅保險公司嘅年金咧，其實都可以嘅。咁啊3樣嘢我哋就叫做一個嘅退休三寶啊。好啦，咁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咧，大致咁上下啦。咁希望能夠咧，令到大家就可以更加了解到，首先第一件事啦，我哋面對嘅風險咧，就包括咗就係一個嘅長壽啦、投資啦、通脹啦，同埋一個醫療嘅支出嘅風險啊。咁特別對退休人士嚟計啦。咁而點樣能夠處理呢啲風險咧？可能就要適當地將你手上嘅資金資產作出一個配置啊。咁而今時今日咧，喺成個香港市場咧，我哋有啲好有特色嘅一啲嘅理財配合嘅，譬如話叫做退休
三寶啦，咁亦都有一個嘅叫做扣稅三寶啦，分別就係一個可扣稅嘅強積金自願性供款，亦都一個延期嘅年金同埋一個自願醫保。咁亦都有一個退休三寶，就包括咗就係剛才講啦，年金啦，一個嘅叫做安老按揭啦，同埋就仲有一個叫做保單逆按啊。咁亦都提翻最後一樣嘢咧，除咗有呢兩種三寶之外咧，仲有第三個平安三寶，就係講緊遺囑啦、預設醫療指示同埋持久授權書。咁當我哋自己嘅身體狀況比預計冇咁理想嘅時間咧，點樣能夠確保退休之後啲資產能夠可以適當地分配咧，或者有專人幫我繼續照顧翻我自己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考慮嚟㗎。咁希望今日個分享能夠俾到多啲啟發大家，多謝晒。